啊，とろける。呢間立食 omakase 超抵啊！因為佢哋本身做魚嘅批發，而且米芝蓮2粒星嘅壽司師傅監修。佢係守喺偏僻嘅細細嘅魚市場入邊，未被好多旅客知道，值得一試嘅隱世壽司店。講到隱世，仲想推薦森林入邊嘅呢間咖啡，令你感受沉浸於寧靜森林嘅感覺。佢哋嘅自製蛋糕都超好味。想品嚐高質又細膩嘅西風 coffee， 嚟到呢間就啱晒。我就揀咗有 whisky 香味嘅 Ruby Blend， 呢一杯幫我呈現出好豐富嘅人生 moment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中意文青氣息，可以試下改建丁家嘅呢間咖啡，可以 relax 之餘，仲可以食用好多蔬菜嘅自家製 lunch。佢哋嘅抹茶甜品都好愛先。大家睇下呢間圖書館，我真係超級羨慕石川縣嘅居民啊！被稱為日本一番美麗嘅圖書館，除咗當地人之外，仲吸引中意睇書同建築物嘅外國旅客。仲有間咖啡室，真係好完美。對於石川縣人嚟講，飲茶就等於飲呢個加賀品茶。呢度可以體驗佢嘅製作過程，整完仲可以拎走做手信。山莊漆器莫索體驗都好有趣。佢嘅特徵呢，就係利用木紋展現出自然嘅質感，好靚啊！想揾呢度先有嘅工藝手信嘅話，嚟呢度啦！我就見到咁得意嘅筷子座，就即刻買咗啦。夜晚就入住，可以喺客房同大堂欣賞到學仙溪靈境嘅河洛莊。你可以喺大堂免費飲加賀品茶、蘋果汁，仲有 wine 同埋清酒，仲有好多免費嘅 activity。晚餐時刻，佢哋最出名嘅就係有成80種以上 menu 嘅自助餐，同埋このライブキッチン，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。早餐時刻就有位媽媽幫你整飯團，自家製 smoothie 都好好味。嚟到呢度一定滿足到你嘅五感啊！今年9月，日本亞運喺愛知縣開幕，如果到時嚟到名古屋，不妨搭巴士去石川縣玩下呀！咁多吸引嘅景點資料，我就貼晒下面嘅 script 嗰度，請大家 check and 保存啦。ありがとう。